冇諗到英國女王都去過紅館睇過表演喎。1986年，伊麗莎白二世嚟香港玩3天，呢次係佢最後一次踏足香港。鏡頭入面，皇家遊艇不列顛尼亞號駛入維多利亞港，消防滅火輪噴出好大條水柱致敬，仲有幾架軍機編隊飛過維港上空，驅逐艦約克號貼身護航。之後皇家駁船載住女王穿過海面，喺中環皇后碼頭上岸，檢閱完儀仗隊之後，女王入咗香港大會堂，同香港各界代表見面，重申聯合聲明，會守護香港現有嘅制度同生活方式。日頭啲官方儀式搞完，一場萬人矚目嘅女王訪港青年精英大會演喺紅館等緊。伊麗莎白女王坐住勞斯萊斯敞篷車，穿過港島夜色，專程趕去紅磡體育館。呢場演出集合咗當時香港最頂尖嘅演繹力量，展現呢座城市年輕人嘅朝氣同活力。舞台上面，成龍帶住成家班表演氣勢十足嘅武術，鑼鼓震天，醒獅騰挪跳躍，直接將傳統功夫文化擺喺英國女王眼前。鐘鎮濤一眾香港當紅歌手都輪流上台，一齊唱出屬於香港嘅旋律。紅館演出熱鬧完場之後，女王行程仍然密密麻麻。第二天，佢去到新界沙田嘅公共屋，走進普通香港市民屋企，屋企個細路送花俾女王，仲鼓起勇氣問佢要簽名。平時好少對外流不跡嘅伊麗莎白二世，竟然滿足咗個細路嘅心願。離開公屋之後，女王又去到啱啱擴建完嘅沙田馬場，72,000名觀眾將看台塞到爆，有啲人專程嚟只為睇女王一面。香港人仍然沉浸喺賽馬投注嘅樂趣之中。3天訪問慢慢接近尾聲，最後一晚，維港上空上演盛大煙花匯演。女王企喺不列顛尼亞號遊艇上面，靜靜欣賞漫天煙火，一路向岸上嘅香港市民揮手致意。